来看伫立法院的消息，行政院最近送差不多878亿种预算的追加案，今日进行审查。在前个调委罗斯部顶，在野立委认为讲追加预算回编率超过30%，有灌罪嫌疑，必须要删减偌济，上无爱113亿。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拍算要删除文宣新建的费用将近2000万。国防部长郭立明是希望讲相关的经费会当保留。我不允许你等于你们的政治的手伸进来这里面地方补助款。不管行政院因为总预算红太加济，特别暂停编列地方一般性的补助款。国民党的立委要将中央对地下市甲县市政府补助办法法制化，甚至进一步划为要提减追加预算。民进党虽提出抗议，他都骂我们不重视国军，国军很重要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加急。所以在这一次都全部把在追加预算把它补进来，除了一般性补助，还有中央对地方的补助，我们这一次把它补回来啦。这个行政院提出878亿的追加预算案，包括县市一般性的补助款638亿，各机关施政的实际需要数133亿。提升国军退伍59亿，加原住民减发补偿、办理罢免加公投，以及加强外交量能，严格敢无法度全部拢过关。就算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，追加预算是拿被挽回一个机会。严格洪晓玲提出，全部态度总统府、司法院、加农业部、劳动部等8部会预算。王宏伟想要提媒体宣传费减列中选会预算，那马文君是想要提国防部预算。新战跟演训是不一样的哈，量缩可是价不变的情况之下，这样是不合理的，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会删除它原来相关的预算。我们本来就应该要从事全民国防教育的一个宣导，那另外一部分的费用是来做做招募人才的相关的工作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也希望招募人才的相关的经费能够予以维持。调研预算公防的演登战，高达遥不可及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